后来后礼拜特别过年咯，警察的春安工作嘛开始咯。内政部长徐国勇昨暝到台北内湖分局来慰勉着基层的关警，警政署长陈家钦嘛有到场。今年除了一般的治安甲交通安全的维护之外，阁加一项防疫的任务。安尼这个勤务甲防疫双头烧，警察实在是真辛苦。嘛加在有警察的守护，大家才会当安心过年。马上就要过年，内政部长徐国勇特别来到内湖分局地署慰劳第一线基层的警察。尤其在交通方面、治安、防窃、打诈、缉毒等等，我们的警察除了这一些辛苦的工作以外，我们又多了一样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就是防止疫情扩散的工作。为期15天的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，以治安平稳、交通顺遂、民众安心做核心。内湖科学园区是台北市上班时间上熬塞车的路段，嘛认真咧抓交通违规。连伫内湖 AIT 拢对警方表示感谢，尤其即马搁要担任防疫纠察队的工作。我们如果碰到了居家检疫、居家隔离等等。如果有逃跑的，我们用最高规格，也就是用通缉犯、重大刑案的规格，要去把这些人抓回来。另外一边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春安活动到中和分局，嘛特别要求防疫。今年的重点，除了我们原有的例行重要勤务以外，最主要加强防疫作为。所以在很多的风景区块以及人潮拥挤的地方，都会做好交通的管控，让我们防疫做到位。嘛是因为有这个点点的做工课，经销同仁牺牲休困日，才会使互民众过一个平安的好年。过年看到咧执勤的警察，会使替因加油，比一个赞。